北市通风工会前理事长王建祥标着南港的世界民族大楼的废土处理也毋过伊煞甲遮北部的废土再去中南部乌白岛，赚将近2亿。士林地检署今仔是起诉王建祥等63个人，嘛建议法院判重刑。一只的货柜车停伫路边，半暝毋困，载规车的沙石啊，为台北一路落南走车。他暗时也无人，偷偷甲垃圾土倒去较压条的所在，互因等线上的垃圾土有甲15万立方公尺。涉案的人一个一个防以上，连台北市土防工会嘛牵连在内。徛伫上头前的，就是迄当初的理事长王建祥，承包南港迄块地大型工程垃圾土的清运，涉嫌叫司机甲土再去分家南等等的所在非法乌白倒，包括伊在内有甲63个人，检方初一提起公诉。自109年11月起至110年1月间止，以北土南运方式非法弃土，业经侦查终结，依法将63名被告提起公诉，并请求法院对业者等主嫌从重量刑。检方查出业者用每立方公尺900块的价销，标着清运工程，开一寡钱疏通土主场，叫对方囝配合，再佮甲车队交结，再去中南部乌白岛赚乌心钱，初步估计不法所得有甲1亿9千万。为将土方运往土资厂，而以每立方米700元至750元不等价格，透过赖车队群组呼叫司机出车，利用深夜将土方运至中南部各地弃置，近15万立方。检方大动作侦办，以废弃物清理法为着文书顶罪罪嫌起诉，要对救这的人赚乌心钱违法的抢单，也要为破坏国土的环境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